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张伟明，欢迎做伙加入新闻世界通。每天30分钟，和你正做国际新闻通。新闻一开始来关心，意大利境内，咱讲到阿尔卑斯山这个冰川扬起，规个是崩落，造成至少是6死8伤。根据咱讲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这份报告，伊就讲哦，冰雪扬起拢是全球暖化所致。佮经过北欧斯堪的纳维亚这个半岛、中欧这个所在冰川，可能会因为暖化，这个世纪尾会减少6至8成。民众伫空中翕到冰川崩落真惊险的时阵，边个挂石头为山顶规个拼落来，沿路规个是硬碰碰，速度甲力头是真惊人。有人当场就去架入去，有人去弄到物件就重伤。根据当地媒体报道，这个崩落的事件已经造成6个人死亡，8个人受伤。国家救援队出动至少5架直升机，甲搜救犬，要来找这个失踪的人。救援的行动因为烦恼冰川会阁崩起，所以无啥顺利。发生意外的所在是伫意大利北部，海拔3300公尺的马尼莫拉达峰，伊是属于阿尔卑斯山的分支，是当地多罗米蒂山脉上高峰，嘛是上大的一个冰川。6月底以来，当地小影车山地区马尼莫拉达峰出现-40度，真无正常的高温。冰层哪像因为安尼断去，大面积崩落来，而且佫拄好是伫咧登山者真接行的路线。救援人员警告，伤亡的数字可能会真严重。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3月份的一个报告，冰扬起是全球暖化、破坏生态系统、甲基础设施造成的10大威胁之一。也佫经过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中欧甲高加索地区的冰川，到这世纪末可能会减6成至8成。永冻土扬起影响经济活动，原住民传统生活受到影响，这拢是连带伤害。广州新闻是会中编译。另外一个天灾消息，咱看到澳洲 New South Wales 这个所在，顶礼拜5开始咧，几若这个大水河地区悉尼周边几若个郊区拢总做大水，餐厅也好，加油站、游乐场拢浸伫咧这个水里，主要这个水坝水阁拢总满出来，当地政府赶紧对3万人发出疏开命令，因赶紧来撤离。积水深甲看无路，麦当劳加油站、摩天轮底部、民街全部浸伫水内，民众差不多寸步难行。澳洲新南威尔斯省顶礼拜5开始落大雨，地势雪梨几落的郊区大水灾，主要的水坝甚至因为水量伤大，一暝就规个满出来。The level of the dams, there's no room for the water to remain in the dams. They are starting to spill. The rivers are flowing very fast and very dangerous. And then we have the risk of flash flooding depending on where the rains are. 新南威尔斯省真侪所在车衫落雨量超过200毫米，部分所在甚至达到350毫米。当地政府车衫紧急对差不多3万人发布疏散命令，也是警告民众对一直淹大水，真正强要指责袂掉。They're saying it's a one in 100-year rain, 1 in 1,000. Well, where does it stop? We're over it. We're so over it. 4 times in 3 months is a bit much for all of us. 到当地时间7时为止，已经有几10人无法度出来，包括一只靠潜伫海岸外的货船。大雨到礼拜1也是一直落。澳洲气象单位警告，落雨量也会增加，恐惊会造成18个月以来上严重的大水灾。澳洲联邦政府是启动应急的计划，随时准备协助救灾。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首先来关心日本产经新闻，伊报道澳洲，咱讲到空中巴士得到中国寄供292架这个飞行机的订单，总金额是超过372亿美金。外界拢认为可能是因为美中冲突哦，意思中国企业无继续和美国 Point 这个公司来继续合作。另外，咱讲到韩国朝鲜日报引用日本新闻来报道，这个6月中咧，罗西亚总统普京捌透过电话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罗西亚，习近平是来拒绝。另外，讲到这个英国 Times 报道，这个 Denmark Copenhagen 上大间的这个卖场发生枪杀案，警方无排除是恐怖攻击。另外，美国 New York Times 报道，乌克兰罗西亚战争超过4个月，这阵乌克兰咱讲是兵败如山水防山哦。罗西亚这个控制 Lugansk， 乌克兰上尾期望拢总沦陷。另外，讲到美国 Washington Post 这个全美通会碰撞无价值起，美国大房危机嘛拢总来抢管。另外 ，Denmark Copenhagen 一间 shopping mall 昨日是发生枪杀案，目前知影咧，至少是3个人死亡，3个人重伤，嫌犯已经被警方抓起来，警方嘛无排除这是恐怖攻击。Denmark 总统虽然谴责这款行为。
在紧急的警报声之下，大批民众赶紧离开菲尔德大卖中心，真侪人真惊吓。外口已经有警员、警车、直升机、急救人员进驻。大卖中心发生枪击案，造成死伤，枪手是一名22岁单卖的查甫人，已经落网。警方表示，这名嫌犯放猎的时阵，拿一支步枪加弹药，初步判断无其他共犯，作案动机也无清楚，无排除恐怖攻击的可能性。Vi rykker massivt derud og kan konstatere, at der har været skyderi, og der er flere tilskadekomne. Og det vi også ved nu, det er, at der er flere dræbte. 一名看到的人表示，迄当时大卖中心传出10几声的枪声，大约有11人秘入便所，内底人客真惊吓。 They just saw a guy coming up the escalator starting to fire with an automatic gun. Sen kom ju polisen, men folk fortsatte ju springa. Så jag vet inte om han gick efter eller om det var. 菲尔德大卖中心位于哥本哈根郊区，是丹麦上大的大卖中心，有超过140间店头加餐馆，对家是连接市中心甲国际机场的地铁路线，也有一条主要高速公路也伫附近。英国知名歌手哈利·史泰尔斯原定伫大卖中心无够2公里的所在演出已经取消，佮对伤亡者表示心碎。表演开始进行，会当容纳17000人的场馆内已经有歌迷组织，拢互通知赶紧离开。另外，丹麦王室宣布一场由王储弗雷德里克主持、甲宽发自由车赛有关系的公开活动也取消，也对死伤者家属表达哀悼。总理甲几啊个国家像芬兰、爱尔兰、挪威等领导人也谴责这件暴行。丹麦顶一摆发生恐怖攻击是伫2015年，迄当时哥本哈根一个文化中心甲一座犹太教堂互攻击，造成2个人死亡，6名警员受伤。公司新闻黄伟玲编译。过来关心罗西亚即阵完全将这个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咱讲卢甘斯克州摕落来。原本伫咧6月中以后，这个乌克兰部队伫咧卢甘斯这个部分剩2个这个据点。罗西亚先伫6月20攻占北顿涅茨克这个所在，即阵佫控制利西昌斯克未来可能的路线，集中火力伫咧顿巴斯地区。另外，这个咱讲顿涅茨克州这个所在得手了后，就会当甲这个咱讲2014年被并吞的这个 Crimea 半岛。连做一伙，咱讲乌克兰这批，咱讲领土都会被切割。罗西亚咧，即阵已经控制超过咱讲2600个乌克兰城市。咱嘛讲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强调讲，撤离是为了要保全士兵的这个性命啦吼。不过这个情势对于乌克兰来讲，真正真无乐观。俄罗斯的国防部表示，国防部长绍伊古向总统普京报告讲。军方已经伫个礼拜接管利西昌斯克加附近一寡据点。CNN 报道讲，这个地区的亲俄罗斯分离主义分子伫战役中取得胜利，并且讲因完成8年来努力的目标。Овладели населенными пунктами Вертикаменко, Золотаревка, Белогоровка, вышли к реке Северский Донец и совместно с южной группировкой войск под командованием генерала армии Сергея Суровикина замкнули кольцо окружения вокруг Лисичанска. В очередном котле полностью заблокирована украинская группировка войск. 俄罗斯军队顶礼拜才占领北顿内茨河对外北顿内茨克。原本乌克兰总统也阁否定俄方占领利西昌斯克的讲法，表示乌军也阁伫咧高举进行战斗，要按照伫咧暗时全国电视演讲时阵承认，乌军已经自利西昌斯克撤出，并且讲撤退是为了要挽救乌军的性命。Якщо командування нашої армії і забирає людей з певних точок фронту, де ворог має найбільшу вогневу перевагу, зокрема це стосується і Лисичанську, це означає тільки одне, що ми повернемось завдяки нашій тактиці, завдяки нарощуванню постачання сучасної зброї. 卢甘斯克是形成乌东顿巴斯的2个地区之一。伫即马卢甘斯克被提起，和俄罗斯国家瓦军实现接管顿巴斯的目标。不过，泽伦斯基强调，乌克兰是未放弃任何领土，就跟那进行因收复的蛇岛同款。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咱讲 4th of July 是美国这个国庆，6月30到7月初四是因的这个长期的这个假期啊，吼 Long Weekend， 出去耍的人差不多嘛已经恢复到这疫情进前的这个水准。不过过来因为欠工哦，这飞机航班拢被取消，甚至延前几啊点钟，机场是乱糟糟，所以真侪人改选开车来做代替。手挂行李排排啊，
侪美国民众出现伫机场，不过就算有机票，嘛无代表会当上飞行机，因为5天国庆连假，加上放零防疫措施，袂输鸟放出人共款，大家拢出来佚佗。股市初一，就有250万人通过机场的安检站，比去年加1倍。不过面对疫情爆发以来，旅客数量上侪需求，煞因为卡手无够，各地机抓都要取消或者是慢分。航班追踪网站 FlyAware 指出，美国初一取消587个机抓。超过6800个机抓满分，也若初二是取消超过600个机抓，超过3300个机抓满分。美国航空已经宣布，6月至8月机抓要减15%。原本应该是欢喜出去佚佗，煞怎调伫机场的民众是感觉真无奈。When I was going home this weekend to get home, I was flying with Delta and they canceled my flight as I'm boarding the plane. This was my flight from yesterday, 7:55, and I can't even get home now. I don't know how I'm gonna get home. 过去2年来，航空业受到疫情的冲击，为着要省成本，鼓励员工提早退休，几啊万的员工是已经离职。分析指出，甲疫情进程来比，美国航空业的卡手是减15%，尤其是技术上欠人，航空交通大乱，真侪民众都归去家己赛车。Probably the option, probably drive and have a good experience and drive down to Florida because the price is too high. 美国汽车协会 AAA 估计，这届国庆连假，全美国会有4790万人赛车出去佚佗，差不多恢复到疫情进程的情形。另外，受到疫情的期间，甲罗西亚乌克兰战争，地区供应链受到影响，包括亚利桑那州红红城、甲加州首府萨加缅多等等全美国真侪城市，拢已经取消国庆宴会活动。公司新闻王雅峰编译。另外，咱讲到这个全球拢受到这个塑胶粪扫造成环境的这个问题，然后这个大问题，咱看到讲印度政府即阵是有看到，因即阵推出着限制塑胶用品的这个政策，特别是亲像塑胶也好，包膜这一改性塑胶用品哦，真做是头一步伫咧印度全国禁止使用的这个项目，环保团体嘛认为讲，哇，这是有影真重的一步，但是做了也无够。啊，另外咧，一般民众，尤其是经营小型店家这个业者，认为讲这个政府都应该有一寡太提这个方案，豆豆来推动这个禁令，咱讲接袂对，咱讲一般的市民生活造成的影响，伤过头大。无论是大都市还是小乡镇，卖蔬菜、水果的贩仔是印度一般民生经济袂当欠缺的。店头甲要卖产品用塑胶袋吊好交互人客，这是印度小市民生活正事常的。毋过看都市的边仔，这个等待处理粪扫已经蹲甲亲像山险的悬。根据印度联邦政府的公告，包括塑管、餐具、圆塔仔、包装膜啊，也有冰淇淋、家具啊的细支菌啊，拢总19种制品，拢互人列做是用一届的物件，列入全国禁止的名单。所以为制造、贩卖到进出口一律禁止。लेकिन हम तो ये कहना चाह रहे हैं कि ये चीज़ बंद हो तो वो चीज़ ऐसी चीज़ आ जाए जो कि हम उसमें देना शुरू करें जिससे नुकसान नहीं हो। हमारा कहने का मतलब ये है बस。部分环保团体原来有类似的看法。It's not just about on paper presenting a ban, but actually executing on the ground, and that's the challenge. The other challenge is that where's the alternative? 环境专家是讲，所有的塑胶废弃物有70%因为品质较好、价值较悬，这拢是 Q2 专业者因真爱回收再利用的对象。亲像保特瓶这种的塑胶制品，都暂时会使继续使用。The problem is this 30% which is not collected, which is low-value plastic, and in other terms, they can also be called as single-use plastics. 除了环保团体甲一般市民看法无同，也有相关产业一直伫讲情，包括百事可乐、可口可乐这饮料业者，希望塑胶塑管会当继续使用，卖伫禁令的范围内。塑胶用品制造业者也认为，政府无予因有够的时间调整产品质量。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过来，咱看到讲哦，这个海边啊沙坡过去拢有一种叫做砂糖啦，伊的功用，咱讲就摕来做钓鱼。即阵的法国科学家是发现讲，这种砂糖体内血红素通抵挡大量的这个散素。科学家将器官浸伫砂糖血红素提炼的这个液体内底，甲器官保存几若工，拢无歹去啦吼。啊，法国病院最近就用这款技术应用伫器官移植的手术头顶，效果非常好。啊，即阵砂糖计效嘛翻了几若倍。
伫个法国布列塔尼的海边，这位法国生物科技公司的总裁正伫个沙坡挖物件。伊为沙坡挖出来这条乌乌哒哒的糖，其实就是真侪人钓鱼仔时会摕来做钓鱼的砂糖。法国的科学家发现，这种砂糖会当吸伫个沙底8点钟无喘气，也阁活了好好。上主要的原因就是砂糖体内的血红素会当吸收非常大量的酸素，保存伫体内。Et en fait, la molécule d'hémoglobine qui lui permet de faire ça, c'est une molécule en fait qui est géante, qui est capable de lier 40 fois plus d'oxygène que nos hémoglobines à nous. 法国的科学家将砂糖血红素的这种功能运用伫个器官的移植，因为砂糖的体内提炼出深红色的液体，甲要移植的器官泡伫个液体当中，结果发现本来只会当保存几点钟的器官，竟然经过几6天拢无出现损害。La greffe, c'est une course contre la montre. En fait, quand vous déconnectez un cœur, vous avez 4 heures entre le moment où vous le déconnectez et au moment où vous allez le transplanter. 法国的病医最近将这项技术运用伫个优质的移植手术，效果非常好。Si cet essai est concluant, oui, je crois qu'on peut dire que c'est une révolution. On n'a pas réellement de moyens de protéger les greffons. Et il y a un enjeu majeur, puisque plus on va protéger les greffons, plus ils vont probablement fonctionner longtemps. 科学家嘛发现，这种砂糖无论伫个真低还是真悬的温度，体内的血红素拢未受到影响，而且会当用伫个所有血型的人身上。进一步开发了后，未来应该会用个应用伫个更较侪医疗的范围。记者甘燕燕编译。以上就是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我是阿明张伟民，马上系港节时间，咱再会。